报道作者阿伯，即几工正手面的肩胛头酸甲袂输，互占得微转，脑海开始伫想即件代志，也无暂时莫阁练习台文写作。安尼做，我肩胛头的酸无定着会消失。伫我游玩得说金龟毛的时阵，做阵10月冬的同事，伊总算下过体育馆无四分仪的号程，愿意用体育馆参我做伙看海报道。伫咧报道的过程，我发现讲台语写台文已经成做我思想的一部分。起因我写出来字，参我想要说的文字一致。随网送出去的信息，最后游玩时发文。不经过这个过程，我发现我已经透掉这个镜兄。我无环境通学书写，我无环境通讲台语，我无通要安怎才好。另外，咱想要书写台语文进前，咱嘛爱心即件代志。每一个世代所面对的环境拢无相同，文字熟悉到呾无使用文字，拢是用台语伫报道。只是今仔日即句，你的中文都没退步耶，互我笑甲空骹翘。我笑对伊讲，我较含慢，按台湾岛咸水来到遮，台语游玩袂输菜复讲，袂顶袂动。讲煞两个人互相送一个大笑面，阮做伙想着踮公司定着会拄着的代志。捌伫国外读册的人10个有9个毋知影，捌伫国外发生啥物代志，拢会袂记得家己自细汉讲甲大汉的话，连华语嘛会袂记得了了。关掉体育馆，换刘同事请教的问题会当伫遮拍遐尔济字，拢会感觉肩胛头酸痛。目前的台语文书写练习，犹原袂输红鞋得学白。我若是报道袂感觉肩胛头酸，学习台文着会感觉微转。台语若退化，毋是别人无要参咱讲，嘛毋是找无环境的问题，是咱家己万语教使用。